如果你今日仲想靠一夜致富或者靠中六合彩頭獎去扭轉你嘅人生呢，今集嘅內容呢可能幫唔到你，因為得罪講句，呢啲完全係窮人思維。喺市面上呢，好多唔同嘅課程會分享啦，教你點樣放鬆啦，教你點樣去宣讀你嘅肯定句，甚至乎咧對住塊鏡咧日日去許願嘅。但我今日咧想從最冷冰冰嘅物理學同埋神經科學嘅角度，同你分享下一個世界運行嘅底層鐵律。呢個世界嘅物理定律咧，從來咧都唔會回應你嘅願望，佢只係會回應你當下嘅狀態。所以咧，等運到咧喺物理學上咧就唔係叫希望，反而係叫做匱乏嘅延續啦。幻想不勞而獲咧，本質上咧就係貪心。你以為你缺嘅係一啲運氣啦，或者缺一啲資金機會，通通都唔係。你缺嘅係大腦意識正確嘅信號。喺呢度咧，我又用下日常物理學嚟解釋乜嘢叫做狀態，係你大腦嘅底層意識嚟睇啦。狀態咧從來唔係一種飄渺嘅感覺，佢係你嘅言行思三者疊加之後輸出一條神經嘅電流波形。所以咧好多時咧，我哋日日聽一啲心靈嘅雞湯啦，設定唔同嘅目標咧，現實咧依然係一成不變，甚至乎咧越努力越焦慮嘅。因為你大腦嘅系統咧，淨係咧行緊一條叫做破壞性干涉嘅死線上面嗰度咧，搏命咁樣跑。你嘅表面意識咧不斷同自己講：我要破局，我要成功，我要攞到成績。呢個咧就屬於係言同埋思啦。但係你嘅大腦意識咧嘅底層設定咧，從來冇去更新過。你依然咧係死守喺一個舊嘅設定嗰度，扮緊嗰個匱乏啦、害怕失敗嘅舊身份。所以當下嘅實相呈現咧，就係你身體會做出一啲實質嘅數據，例如見到機會會退縮啦，有啲嘢會拖延。只要遇到有啲困局嘅話咧，就會選擇放棄。呢一個就係行為行嗰度啦。當你言思向咗左邊走，而你嘅行咧就向右邊走嘅時候，呢兩股完全相反嘅能量波咧會互相咁樣撞擊。所以喺波動力學上咧，呢一個咧係完全咧相互抵消，最終解釋咗點解現實冇結果，因為你大腦輸出嘅所有能量會相互抵消成為零啊！正正就係我成日講啦，底層嘅舊意識唔改咧，就算啊宇宙啊今日咧隨機咧塞咗一筆咧六合彩嘅頭獎俾你啊，你物理性嘅系統咧都會因為咧冇辦法承載呢一個波幅咧，喺短時間內咧啟動咗自毀程式，強行將你嘅財富咧歸零嘅。大家都應該有聽過，好多人一夜之間致富，最終打回原形，財困，生活潦倒。大腦嘅神經網絡咧就係一部冷冰冰嘅機器，真正影響結果咧係身份，而唔係方法。所以好多課程教你點樣搏命將一啲新嘅商業方法、新嘅操作策略塞喺你個大腦裏邊。當言行思不一致嘅情況底下，強行植入再多嘅方法，行為仍然都係冇變，只會增加你顯意識即係表面嘅意識嘅內耗，令到咧個對沖咧越嚟越嚴重。呢個就係我設計身份意識重塑系統，佢唔係一個課程，而係一個重塑嘅系統，喺生活每一個當下逐少咧進行一個言行思嘅波形校準。喺生活當中強行格式化嗰啲你日日大腦意識自毀有毒嘅程式，揾出嚟再梳理一啲舊意識，重新校準言行思一致嘅方向，穩固變成新嘅身份。我哋唔再睇一啲宏大嘅願望，而係用一個細到唔可能失敗嘅實質行為數據，去同你嘅語言信念強行同步。當你嘅言行思第一次同一個頻率上達成一致嘅時候，物理學上呢個共振效應咧先會發生嘅。佢唔係一個魔法，佢係最純粹嘅物理規律。你必須變成嗰種狀態嘅人，現實嘅物理系統咧先會真正為你開路嘅。如果你唔想再用最貴嘅時間成本去同呢一個物理規律去對抗，想徹底咧重新校準大腦嘅底層意識，重新攞翻人生系統嘅主控權，歡迎咧 DM 我身份意識重塑，我會將呢一套身份意識重塑系統咧詳細嘅流程同埋單元嘅資料咧直接 send 俾你。
我哋下期借腦升級再見。